責任對於大家嚟講係咩嘅一回事？對我嚟講，可能係身份嘅承擔。當我以為責任係一種壓力嘅時候，我先發現其實係俾自己成長嘅一個機會。喺2022年2月嘅時候，因為突發其來嘅大病，我媽咪住咗喺醫院2個月，令到我哋屋企都束手無策。而我係屋企入面最大嘅，我有2個妹妹，一個讀緊中學，一個仲讀緊小學。日頭喺爸爸工作嘅時候，媽咪就需要喺醫院休養，而身為長子嘅我，自然就承擔起照顧屋企嘅責任，兼顧日常嘅大小事。記得嗰段時間，我仲要準備 DSE， 而且2個妹妹仲細，未係好識得點樣照顧自己，所以我就要好早起身，準備好早餐、午餐，再叫醒佢哋，然後我哋就會一齊出門口返學。而我放學前都要同老師講，因為屋企嘅緣故，我要提早去接佢哋放學，然後返到屋企仲要陪佢哋做功課。喺同一時間照顧媽咪嘅責任就落咗喺我爸爸度。身為大仔，我並唔認為呢一種係被逼嘅負擔，而係發自內心嘅選擇，亦都係對屋企人最好嘅交代。因為媽咪病咗，所以我照顧妹妹，係因為我愛佢哋，亦都唔希望媽咪同埋爸爸擔心。同時，我都要兼顧學業，係對未來嘅自己有個交代，亦都係身為學生嘅責任。嗰段時間好辛苦，亦承受住好大嘅壓力，但係每一次接佢哋放學，我都覺得好開心，好放心。至少父母唔喺佢哋嘅身邊，依然仲有一個屋企人可以俾佢哋依靠住。而我亦都好珍惜屋企帶俾自己嘅溫暖感，俾我知道責任並唔係壓力嘅來源，而係俾我哋成長嘅動力。佢教識我點樣去承擔，喺家庭同埋學業之間揾到一個平衡，同時都意識到責任亦都係一種承諾。